歡迎收睇大議題，我係 Christy。今個星期咧，大家關注嘅焦點咧，咁當然落喺發展局局長陳茂波涉嫌囤積土地事件上面啦。咁當中咧係有利益衝突之嫌㗎。咁喺立法會嘅發展事務委員會嘅一個特別嘅會議上面啦，咁原本咧就係聽取公眾對發展新界東北咧嗰個意見嘅。咁不過最後咧就演變成咧係陳茂波嘅質詢大會。我哋先睇片啦。相關先，跟住就問大家。發展局局長陳茂波出席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嘅時候，社民連嘅梁國雄高叫要求佢落台。喺會議入邊，多個團體代表批評陳茂波喺新界東北發展區囤地。有中大學生向陳茂波送上一本聖經，指責身為基督徒喺中大新亞書院畢業嘅陳茂波講大話，侮辱咗母校。你一個大話冚一個大話，呢一樣嘢係侮辱咗中文大學同埋新亞書院個名嘅。我喺2008年，我明信我個卡片裏面，我係印得好清楚，彌迦書6章8節，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嘅心，與神同行，到今天。我都係抱住呢一個宗旨去做事嘅。不過出席嘅團體亦都唔係一面倒反對陳茂波。最新嘅規劃，呢塊地咧已經係修訂為咧係發展公營房屋之用。如果陳局長有私心，就唔會同意呢項修訂。反過嚟説，亦都證明咧公務員喺作出規劃同埋修訂嘅時間呢，係並無理會業權誰屬嘅。陳茂波重申唔會因為被指囤地嘅事件而辭職。好啦，今日我哋請嚟兩位嘉賓咧，同我哋傾下呢一個議題啦。咁首先呢，就係工聯會嘅立法會議員黃國健啦。你好。咁另外啦就有民主黨嘅總幹事咧林卓廷先生，你好嘅。大家好。係啦，咁咧首先頭先見到咧嗱，泛民嘅政黨就要佢落台啦。咁咧佢自己就堅決話係唔落台嘅。咁首先想問黃國健咧，其實佢呢一件事上面係咪應該要落台咧？即係作為問責官員。嗱我哋要求問責官員落台咧，其實係一個比較重大嘅事件嚟嘅。咁啊，當然應該係要有一啲真憑實據啊，或者一個好重要嘅原因先會咁做。不過而家我哋自己睇係公開咗嘅材料嚟講咧，仲未能夠作出結論，就話係證明佢係有喺東北事件呢個上邊咧係有一個好重大嘅利益衝突。或者係一個利益嘅關係喺度，咁就原來嘅講法咧就係話懷疑佢喺呢個事件上邊有一啲嘅利益問題，但係似乎呢兩日講下咧，又好似認為佢真係有啦。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呢個事件嘅發展本身咧就有啲危險。個危險咧就係我哋逐漸走咗去一個叫做傳媒審判啊、公眾審判啊嗰個上邊。咁呢個對香港係咪日後個發展係咪真係有好處呢？我自己認為係要小心處理。咁林卓廷我都想問下嗱，好似即係阿黃國健就話覺得其實係公審緊佢啦。咁但係只要你哋其實就向呢個廉署嗰邊係舉報咗佢噶嘛，認為佢真係好有問題，係應該要落台嘅。咁個理據係點樣啊？好簡單，我哋認為陳茂波佢呢個利益衝突係相當嚴重嘅事件嚟嘅。作為呢個問責官員，佢應該負起呢個政治責任，引咎下台。我哋認為其實佢喺上一年7月底接任呢個發展局局長嘅時候，去到9月同梁振英申報利益，中間呢段期間，佢作為個發展局局長，佢係有親身去處理新界東北規劃發展嘅問題嘅。咁佢當時其實亦都知道自己屋企人喺新界東北係有呢個土地嘅權益。因為大家記得佢係喺94年佢親自去洽購呢個農地，96年佢同村民講話佢自己係嗰個農地嘅業主。咁呢個環境嘅資料顯示，其實陳茂波係好清楚佢嘅家族係喺新界東北有呢個土地權益嘅。喺咁嘅情況之下，佢7月去到9月期間，佢冇同梁振英進行任何申報。咁呢個唔係利益衝突係乜嘢嘢呢？到今時今日為止，梁振英同阿陳茂波都冇解釋到呢個利益衝突嘅空窗期，佢點解唔申報？同埋根據呢個問責官員嘅守則，佢其實如果面對呢啲潛在嘅利益衝突，
佢係必須盡快去同阿梁振英申報，佢冇咁做到，所以我覺得係有好強嘅理據去要求陳茂波因為呢個利益衝突嘅事件而引咎辭職嘅。咁聽落去咧，其實又確實好似幾有理據咧，覺得佢應該係冇即係申報自己嘅潛在利益啊嘛。呢個係係咪遲咗2個月冇申報就會構成一個好重大嘅利益啦？我相信呢度咧係有一個討論嘅空間喺度嘅。老實講咧，就陳茂波唔係一個政客，即係佢係一個即係以前一個專業人士啦。咁佢對於呢一啲嘅問題係咪咁敏感啦？當然要問下佢自己先知啦。但係我哋要睇翻件事件啦。呢件事係第一20年前嘅事㗎啦，即係佢買地嗱，買地當然唔成問題嘅，因為20年前香港仲未回歸。政府當時嘅港英政府係公布咗，即係透咗出嚟話準備發展新界東北，咁就有意買地嚟等待佢升值。我相信呢個亦都唔係咩罪過嘅事。大家都好多人都會咁做。咁就佢買咗成20年塊地喺度，係咪就即係成個家族嘅生意裏邊，佢係咪就係有好多嘢佢係咪咁記得啊？係咪咁清楚啊？而且呢單嘢係咪佢嘅？老實講，而家仲未曾證實。又話真係佢太太去做嘅。咁喺呢件事上面，既然第一唔係而家似乎唔係社會揭發佢，或者係執法機關揭發佢，或者傳媒揭發佢，而係佢自己主動喺10月份申報有呢件事情。阿黃生，事實唔係咁樣喎。事實係佢申報咗，即係據阿梁振英所講啦，佢申報咗之後咧，公眾係唔知情嘅喎，傳媒係唔知情嘅喎。而呢個申報咧，其實到而家都唔知道嗰個具體佢係點申報，有冇文件證明係唔知嘅。件事係點揭發出嚟咧？係《蘋果日報》喺禮拜1披露出嚟嘅。而根據葉劉淑儀行政會議成員所講，喺件事未被蘋果揭露出嚟之前咧，佢係唔知情嘅。咁所以阿黃生，你話佢主動去公佈咧，呢個唔係事實嘅全部咯。嗱，你又屈我啦，林生，唔好習慣成自然先。第一，我冇話佢主動去公佈，我話佢主動申報。呢個咧就係特首辦已經證明咗嘅。嗱，但問題特首辦裏邊咧就已經係好多公務員喺度，我相信特首辦唔會講大話。嗱，黃生，申報個問題喺邊度咧？我過往喺廉政公署，如果有案件係我認識嘅朋友牽涉在內嘅，我係必須第一時間去作出呢個申報，就唔係我查完個案拉晒人，搜晒證物翻嚟，跟住先同上級講，喂，其實呢個人我識嘅。呢個咧呢個申報咧，呢個申報咧，其實有一個好清晰嘅指引，你係要一個盡速嘅時間之內做嘅，就唔係話喂，你上台之後7月去到9月你都唔做嘢。呢個咧就好明顯啦，同廉署同你辦案係唔同嘅，因為呢個咧係一個政治嘅要求嚟嘅。呢個我唔同意。點解佢係上咗台之後，你可以唔同意？因為點解咧？不過我希望你俾機會我講咗嘢先，好唔好啊？因為你猛咁打斷我講嘢，我都完全講唔到嘢。一係你講晒先。嗱，好唔好啊？我講埋我嗰個觀點啦，黃生。其實發展局處理呢個新界東北嘅發展項目咧，係非常之重大嘅政策嚟嘅。你作為發展局局長，你參與呢個政策討論嘅時候，你應該面對自己有潛在嘅利益嘅時候，第一時間要申報。你當時冇申報嘅時候，公眾對你呢個質疑係好合理嘅。好啊，黃國健你可以發表下。我都聽到你最後嗰句就叫做質疑，但係似乎而家嗰個發展咧就變咗定罪。嗱，呢樣嘢咧頭先我哋講翻一個申報先啦。嗱，係咪7月份上台到9月份先申報咧，就係犯咗法咧？嗱，呢個第一，我哋睇翻嗰個申報制度，個申報制度有冇一個期限？貴黨嘅何俊仁都試過遲申報啦，最後立法會調查啦。咁呢個即係亦都係冇任何譴責啊！冇任何譴責就係證明立法會風雲大量，同埋好保護自己嘅議員。咁呢個咧就呢個係嚟嘅喎，佢都係立法會議員。即係你話葉國謙保護何俊仁咯喎，係立法會議員護己。我都係講個事實嘅，你唔可以因為唔好講咗第度，唔好講咗第度。好，我哋講翻去係啦，兩位因為咁啦，呢一節咧我哋時間差唔多啊，係啦，咁我哋下一節翻嚟再傾啦。
咁頭先咧都講咗啦，關於申報呢一個問題，因為陳茂波事件亦都衍生咗，即係究竟高官申報機制係咪有漏洞咧？下一節翻嚟再講。